國家安全嘅重要性，相信咧就大家而家都越嚟越深刻咁體會得到，特別係面對住個國際而家呢個變局啊，冇安全就冇穩定。醫療衞生方面咧，我哋要強化我哋醫務人員對國家安全風險呢個體會啦、個明白啦。特別係喺個醫療衞生方面咧，其實醫療衞生呢個技術咧，其實對個唔止係個人嘅健康，其實對社會穩定好緊要。我哋嘅醫護人員必須要共同去努力合作。除咗合作嘅同時咧，亦都要能夠有個創新嘅思維。疫苗嘅發展啦、檢測嘅研發啦，以至藥物嘅研發咧都好重要嘅。舉個例咧，我哋而家越嚟越多咧係內地研發嘅創新藥物器械，包括咗疫苗啦，以至一啲癌症嘅藥物啦，我哋都睇到嘅。咁呢個咧令到我哋自己本地嘅醫護人員咧對國家喺個醫療衞生方面嘅發展咧有更深切嘅理解啦。